那上一堂课呢，就是有同学问到说呢，就是像是世尊的眼知，那和我们凡夫的眼知呢，是否有差这一点？那以眼知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它是不是呢，呃都是透由清晰的内摄，那这个清晰的内摄呢是一样的，就是它同样呢都是属于清晰的内摄。就是不共真上缘都是属于清晰的内摄，但是呢，它最主要的差别呢在于哪里呢？就是对于世尊来说呢，它的眼知的生成呢，它是透由它的不共的因呢，是透由就是福智二之良所产生的。那这个就是跟凡夫呢最大的差别，因为我们一般凡夫在讲述的时候呢，会提到说，它主要是三元之一啊，然后是能够成为直色根现前为主要的直间能生的同位，然后又复为背缘为清晰的内摄，那是属于它的不共的真上缘。那佛呢跟凡夫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，它最主要的呢是透由就是福之二之良所生的。因为我们一般呢在讲就是说，像在讲到罪障的时候，提到说像是烦恼障是和所知障这两者，那特别是属于所知障的部分。那像所知障呢，它就是指到说就是能够障碍的这一点嘛，对我们对于外界就是不清楚的这一分能够障碍，是叫做所知障。所以佛陀是完全去除这些的缘故。那他是如何去除这些呢？最主要能够去除所知障缘，就是因为佛陀累积了就是福智二之良的缘故，所以他才能够去除。所以不共的真上缘是于福智二之良，所以这个是佛陀跟凡夫最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佛陀的眼根跟凡夫的眼根呢，那是否有差别呢？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讲起来好像没那么精确，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就比如说像经部中呢，它是承许说就是眼根是属于内摄，那这一些无论只要是摄法呢，它都是围城呢所聚集的。那这一点呢，就无论说像是佛陀对于佛来说呢，或者说像是凡夫来说呢，那都是一样。那但承许说是围城所聚集的是承许外境，承认外境存在的这一些才承许说眼根呢，所以说摄法呢，它是围城所聚集。那以这个点来说呢，佛陀的眼根跟凡夫的眼根呢，就是从这一点来说，都是围城所聚集，这个是一样的。那当然，我们一般说凡夫的眼根跟佛陀的眼根到底有没有差别呢？那来讲当然是有的嘛，像是我们讲说佛陀的手跟凡夫的手有没有差别？当然是有啊，因为佛陀他毕竟是齐聚了二之良，然后呢是断除了所要断的这些障碍之后，所以佛陀的身体会放光，然后呢具备32相80种随行好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佛陀的手跟我们的手但是不一样。但是如果说佛陀的手跟我们的手的体性呢，是不是一样的呢？那这个我们应该要说是一样嘛，因为佛陀的手也是跟我们的手一样，也是一个手掌，然后5根手指头，并不会说佛陀的手呢就多了几根手指头出来，并不会啊。所以以体性来说，它还是属于手的体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呢，那佛陀的眼根跟凡夫的眼根呢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也都是，如果说我们讲现在是以经部中来讲的话呢，那同样的都承许说它是围城呢所聚集的。那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于说佛陀呢，他的这些功德的呈现呢，是因为他累积了圆满的福智二之良，以及降伏，以及尽除了所知障与烦恼障之后呢，所产生的这些功德去讲的话呢，那当然是不一样。但是以体性来说的话呢，就眼根的体性来说，属于内摄啊，是围城所聚集的这一点呢，那应该也还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做解释的话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一般我们在放就是五无间罪的时候呢，提到说就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然后破和合身，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出佛身血。那既然有出佛身血这一点的话呢，就表示说佛身体的体性呢和我们凡夫身体的体性呢应该是一样的，就是同样的呢，你伤害到佛陀的时候，佛陀也会流血，并不会说佛陀你拿武器去刺他都不会流血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放一个出佛身血在五无间罪里面，因为佛陀根本就不会流血嘛。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，就是佛陀他身体的这些体性的这些佛陀身体的身的这个体性呢，应该和我们凡夫是一样的，所以才会立一个出佛身血这一点呢是属于无间罪的重罪，不然的话他就不需要写这个了。
那当然啦，就是虽然是这样子讲，但是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辩论场辩论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提到说佛陀的像是身语意呢都是佛。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佛陀的眼根呢应该也算是佛，就是会有些辩论上的一些问题在。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边。那